歡迎返嚟獨裁，令你有錢嘅地方。呢一段時間美股反彈咗咁多，我相信你都會諗一個問題，就係到底呢而家係會繼續向上不斷升啊，抑或突然之間呢就會轉勢向下跌，令到你輸非常之多嘅錢。咁所以今日就想同你探討一下呢，到底未來嗰一年市場比較大機會呢係會行出一啲點樣嘅走勢。咁如果你覺得今日講嘅有用嘅話，都記得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一聲。首先第一樣嘢呢，我必須要強調呢，就係大家千祈唔好急住呢用一個高價錢去買公司，因為個原因就係呢，就算而家呢關稅好似有啲轉機，又或者話呢好似成個市場呢都已經由嗰時4月嘅低位恢復翻去，但係個問題就係呢，其實如果我哋仔細咁諗呢，5月中呢嘅經濟展望呢，其實並冇好過年頭1月嘅時候嘅，甚至乎呢，我哋可以話呢，其實而家嘅經濟展望呢係比嗰時呢遠遠更加差嘅，因為個原因就係關稅仲談判緊啦，大部分嘅嘢呢依然呢都仲係有一個90日嘅窗口，並唔係已經解決嘅問題。第二就係呢，其實關稅帶嚟嘅一啲影響呢，將會逐步帶去實體經濟度。所以講緊嘅就係，其實美國未來呢滯脹嘅風險呢並冇消失到，即係好似大家會見到呢成個機率呢調低咗。咁但係個問題調低咗呢，並唔代表呢真係好低機會嘅，即係我講緊可能你最少3-4成呢都走唔甩嘅。咁所以呢，喺一個咁嘅環境底下，當大部分嘅企業信心呢都已經受到關稅政策嘅打擊，而且呢絕大部分呢都會期望喺未來嗰1-2季開始呢，其實成個成長預期都會下降嘅話呢，咁我哋都可以展望，其實未來1-2年呢經濟成長呢係好大機會會放緩嘅，而且呢更加雪上加霜嘅就係呢，如果我哋望埋消費者嘅信心啊，一啲相關嘅數據呢，你都會見到呢其實係持續下降緊嘅，而唔同行業嘅就業前景呢，依然呢都仲係喺一個唔細嘅風險入面。咁所以呢，如果呢我哋繼續觀察嗰啲通脹數據，然之後發現呢喺6月嘅時候迎嚟反彈嘅話呢，咁有機會呢就會影響到呢美聯儲呢本身諗住可能7至9月之間呢減息嗰個計劃，令到呢本身我哋覺得今年年內減息2次嘅如意算盤呢唔可以預期咁樣打響。但係呢，其實講到呢度呢都仲未完嘅，我哋仲要明白呢，其實美國喺6月嘅時候呢仲要面臨一個非常之龐大嘅債務懸崖。而市場嘅避險情緒呢，其實係會令到呢新債嘅融資成本係變得越嚟越高。如果你見到近期嘅一啲美國10年期債務嘅一啲債息率呢，你會發覺其實係不斷持續上行嘅，即係好似股票欣欣向榮咁。但係實際上呢，其實美國長債嘅債息呢，依然呢都係不斷升緊，而其實都顯示住呢大部分嘅投資人呢對美國長債嘅信心呢，其實並冇話因為呢一輪股市反彈呢而變得更加高。咁所以呢一個呢，亦都係點解呢我哋唔可以太過掉以輕心嘅原因。咁而呢，美聯儲真係呢用 QE 印銀紙去解決債務問題嘅話呢，咁雖然短期之內呢會令到股市可能有大量嘅一啲資金流入，令佢有另一波嘅升浪。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呢，其實喺中短期之內，即係講緊幾個月嘅規模之後呢，就會令到呢成個市場嘅通脹惡化。而通脹惡化呢件事呢，配合經濟衰退嘅話呢，其實就會令到成個市場呢陷入一個非常之高嘅危險度。咁所以呢，其實我哋一定要把握呢而家呢5月呢個反彈嘅段落呢，去做好所有嘅風險控制，包括係減倉一啲投機嘅倉位啦，例如係一啲高投機成分嘅股票或者係 crypto 啦。然之後呢，我哋都要期望呢，其實大部分嘅公司同 crypto 呢都有機會呢，可能會喺短期之內呢有一個小嘅調整嘅。咁所以呢，其實我哋必須呢係要喺成個市場呢穩定同埋相對強勢嘅時候呢，把握機會，減倉晒所有投機嘅倉位，然之後呢，盡量呢利用呢個時間呢去增持一啲現金短債，或者係黃金回調嘅時候呢，增持一啲呢黃金嘅倉位呢，都可以令到呢我哋喺未來1年呢嘅地位係冇咁被動嘅。咁呢件事都十分之重要。咁而我哋都要明白嘅一樣嘢就係呢，就算呢真係7月確認減息都好呢，其實呢都只係兌現咗市場一早嘅預期，都唔會話呢令到全世界都覺得好驚喜嘅。即係大家本身都已經預期可能會有2次嘅減息，咁而家只係出現咗第一次嘅話呢，其實係並唔會令到成個市場呢有進一步長期嘅樂觀情緒嘅。咁所以呢，我哋都一定要明白呢，喺而家呢一個階段呢，千祈唔好過分樂觀。只有呢，當今年嘅減息次數呢高過2次，或者話美聯儲呢真係用量化寬鬆呢，先有機會呢會出現一個比較強而且
且持續可能講緊去到2-3個月以上嘅一個反彈。咁但係無論如何都好呢，就算你要賭量化寬鬆，賭呢一個減息次數超預期都好呢，其實我哋呢都只可以留一部分嘅科技股同一部分嘅 crypto， 咁就千祈唔好話滿倉咁去使入去呢一個有可能發生嘅熊市度。咁如果你話你本身呢諗住用100萬去投機嘅話呢，咁而家可能呢你講緊最多呢用30萬嘅規模呢就足夠啦。咁至於其他嘅70%呢，我會建議你用一啲比較保守嘅方式呢去儲存呢係比較理想嘅。咁當然啦，你話其實就算你只係將本身諗住投入嘅30%資金放入去呢，其實如果市場真係出現強反彈呢，你都會得到一個唔錯嘅回報。咁所以呢個亦都係點解呢？我會話你唔需要過分貪婪嘅原因，因為個原因就係其實我哋會好大機會會見到5-6月呢個時間呢，可能會出現一波唔少嘅回調啦。然之後呢，隨住減息呢，甚至乎 QE嘅消息展開呢，市場又會重新迎嚟一個可能幾個月規模嘅反彈。之後呢，就會因為呢通脹嘅預期增加，經濟衰退嘅預期增加呢，就會可能喺下半年年尾嘅時候，然之後去到2026年期間呢，就會真正呢出現一個比較長嘅熊市。咁嗰個熊市呢，就唔會好似之前關稅咁樣跌1-2個月，而係講緊起碼跌1-2年之後先慢慢整理嘅。咁所以呢個就係點解呢？我會話如果當我哋認知到呢，其實去到年底或者2026年之間呢個風險會比較高嘅話呢，咁我哋一個比較理想或者話比較保守嘅操作呢，就係喺2025年 Q3 之前清倉所有嘅投機倉位，淨係呢留翻呢一啲我哋打算長期持有，或者話係用一個好價錢買嘅好公司嘅倉位。咁就算之後呢真係仲有多幾個月嘅升勢都好呢，其實我哋依然呢都仲可以賺到錢嘅，因為我哋手頭上面呢都仲有嗰啲呢低價買嘅好公司嘅倉位喺手。咁反之，如果你話真係出現咗一個崩盤風險嘅話呢，我哋都唔會因為呢過分冒險呢而令到自己呢遭遇一個十分之大嘅損失。因為我哋一定要明白一件事，就係其實投資係一個非常之長線嘅活動，我哋一定要確保到呢自己唔會遭逢一個極大嘅虧損呢，永遠留喺場入面呢，先可以喺長線呢創造出一個10倍甚至乎100倍嘅超級巨額嘅回報。咁所以呢，我會偏向呢就係喺今年嘅 Q3 之前呢做好晒所有投機部位嘅清倉，然之後淨係會留翻一啲最優質低價買嘅好公司去持有未來嘅成個熊市。咁當我哋做晒所有準備嘅話呢，咁就算呢真係未來關稅造成嘅基本面衰退真係反映到實體經濟，然之後呢未來會持續喺一個比較高嘅通脹水平度，就算真係去到呢可能一個滯脹嘅環境都好呢，其實我哋都唔晒需要擔心呢自己嘅投資組合會遭逢一個好嚴重嘅虧損，因為呢我哋已經呢喺2025年嘅 Q3 之前呢就已經做好晒一切嘅準備。咁但係去到最後呢，我都希望你可以思考多一個問題，就係我哋要知道呢，其實喺未來嘅1-2年呢，我認為會有比較大嘅機會呢，就會進入一個唔單止經濟衰退，而且呢都係一個持續高通脹嘅一個環境入面。去到嗰個高通脹嘅環境嘅時候呢，就算美聯儲見到經濟衰退都好呢，佢都未必可以呢繼續維持減息，甚至乎喺必要嘅時候呢都有機會要加息添。我哋一定要呢做好心理準備，就係如果未來真係隨住個市場一度推進，真係隨住可能減息 QE 令到市場通脹進一步嚴重翻之後，因為通脹呢要實行加息嘅話呢，咁我哋就必須呢要喺加息之前呢將手頭上面嘅短債同埋黃金嘅倉位呢轉翻做一啲呢低價而且我哋認為優質嘅一啲公司度。咁樣呢，先可以喺未來嘅一個衰退而且高通脹嘅加息環境度呢，得到一個相對最高嘅利潤，而且呢，可以確保到呢，我哋嘅資金呢唔會遭遇太大嘅損失。咁希望呢今日講嘅呢，可以幫到你思考未來1-2年嘅市場嘅佈局同埋走勢，令到你呢可以趨吉避凶，賺更多嘅錢。我哋下次再獨裁同你講下錢嘅問題。拜拜。